呢種人冇話你銀行啦，連金牌小崔都冇佢符啊！嗱，你估唔估到啊？有人臨死之前竟然去銀行攞咗700萬。有位大哥舊年去醫院檢查，發現自己患咗癌症晚期。咁一般人肯定都會陷入深深嘅恐懼，但係佢異常冷靜，果斷同佢老婆辦咗離婚先。跟住落嚟，佢嘅操作震驚晒所有人。首先呢，佢用自己名下一套價值300萬嘅樓去銀行嗰度貸出300萬。嗱，你唔好問我點解佢做得到啊？咁啊，肯定有佢辦法噶啦。因為呢，佢係做生意嘅，又有流水又有執照，跟住啊又用名下嘅營業執照，再喺銀行貸出300萬。最後佢將所有嘅信用貸、網貸、小貸同埋信用卡都擼晒出嚟，總共攞咗700萬。然後將呢啲錢全部用現金嘅形式俾晒佢老婆同仔女。辦晒呢啲之後，大哥嘅貸款唔使問阿貴就開始逾期噶啦。咁面對金融機構嘅催收呢，佢絲毫不慌，直接將個病歷劈俾啲催收人員睇，講到明要錢就冇啦，要命有條，但係佢命都就快冇啦。所有人都傻晒啦。臨死前呢，大哥雖然幫佢老婆仔女解決晒所有生活問題，但係呢種做法確實呢，我認為太唔道德啦。你哋覺得大哥呢種做法啱唔啱呢？評論區可以留言討論一下。貸款搵老煩，包你唔使煩。